中报告节目时间，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1页。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1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节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节，就是解说甲思量一切善事，即成善行。今晚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上清，日月上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，忽而风吹云散，上下其明，万象皆现。世人性上浮游，如彼天云。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上明，以月着境，比妄念浮云盖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有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知迷惘，内月明彻，内月明彻，以自性中万法皆现。咱即摆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段道理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啥物是叫做清净法身佛啦？也就是讲，啥物是咱众生自心中的清净法身佛呢？因为六祖慧能大师，伊伫咧开始是站在伊悟的立场，也就是一切呢，拢是站在自性的立场来说明。所以在这个所在呢，也说明了三身是在自性中。三身是一体，咱呢爱来归依一体三身的自性佛。要拿来讲起来，到底咱自性心中的清净法身佛又是啥物呢？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咱世间人的心性本来是清净。也万法呢，拢就是将咱众生的自性所生。咱样生法，你若是想一切恶事呢，就生起了恶行；那想一切善事呢，就生起了善行。这呢，就是真如随染净缘，显现了四性六凡法界道理了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才说明讲，万法呢，拢就是将自性生。下面要来解说讲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上清，日月上明。如是诸法，就是在指在前面所讲的善恶法。讲这个善恶法啦，在自性中呢，是参有迄个天常常都拢足清的，像迄个太阳，像迄个月亮，常常呢拢非常的明。这所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
在自性中啊，本来就无善恶之法。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讲，本来无一物嘛。那既然是本来无一物，哪里有善，哪里有恶呢？善恶法在自性中讲起来，完全无。所以这个自性啊，就参是讲，迄个天常常拢是真清，像迄个太阳，像月亮，常常拢是真正明。本来天是真清的，本来太阳光、月亮是真明的，真光真明。那既然是天真清，日月相明，为什么咱儿时有当时阵的乌天暗地呢？也暗时有当时暗甲拢，咱镜头啊伸出来都无看到家己镜头啊呢？下面啊就说明了，讲为虚分解缚，上明下暗。讲这呢，就是因为啊，互迄个虚分所解解缚，解缚就是讲砍掉咧，应该就是讲压掉咧。对于这个为虚分解缚，上明下暗这个问题，咱若是有坐过飞机的人，咱当然可以了解。因为有这个云压榨掉了啊，所以这个云的面顶呢真光，云的下面就真暗。咱要坐过飞机的人一定有这个经验。比如讲天气无好，黑暗天，或者是讲落雨天，啊，飞机要飞起来以前啊，乌天暗地，根本无看到太阳。飞机出发啦，飞惯啊，软对迄个云顶出去，结果呢就飞到伫迄个云的面顶。哇！伫云的面顶，即马看倒落来呢，迄个云亲像迄个棉啊呢，白白白，规片拢白色色。啊，迄个面顶呢，太阳真光啊，天呢真清，在面顶啦根本都无云。因为迄个云呢，是在咱这个地球差不多外悬的所在，大云呢有一个迄个悬度，袂当好打起甲非常悬、非常悬。咱现在是电视直咧播迄个气象，也拢有这个叫做人造卫星，对迄个人造卫星照落来迄个气象图。照来气象图呢，照去真清楚啦。一粒地球啊，面顶呢，倒也有云，倒也无云。迄呢，就是啊，非常悬、非常悬的所在照倒来，就照起遐尼真清楚。哦，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，天本来是真清，月太阳本来是真光，因为互迄个浮云所给砍掉了。所以面顶就光啊，下面就暗，下面看到是暗暗，面顶呢事实上是真光。下面讲福雨风吹分散，上下其明，万象皆现。讲这个云啊，该压掉了，但忽然间呢，风一个吹，迄个云呢就散去。云要来当散，就是要有风给吹叮当。有这个风给吹叮当呢，迄个云啊就会散掉去。安尼上下其明啦。无论是讲面顶，就是讲天顶真悬的所在，无论是讲较低的所在呢，拢就是真光啦。万象皆现，因为天一个光起来啊。所有物件拢互你看起来真清楚。在平常时阵，假如讲若是去互迄个云压掉咧，乌天暗地啊，看袂远。还是讲头前有山有建筑物
根本呢，互即个云夹着无看。伊若是讲云开啦，拢互你看甲真清楚。暗时更加是如此啦。暗时呢，若是讲迄个月亮啊，真光，也拢无云夹着咧。虽然是讲暗时，嘛是逐项物件拢看起真清楚。伊若叫云夹早咧都无啊，云若是阁开起呢，又阁看起真清楚。所以才讲做上合其名，万象皆现。这是用咱世间的事下面，就是要来说明道理啦。讲世人性相富有，如比天分。讲咱世间人的性啊，常常呢，伫咧浮，伫咧游。这个浮呢，就是讲浮在外面；迄个游呢，就是讲游来游去。你看咱迄个云啊，会走，云呢是浮在迄个空中。这呢名叫做讲浮云啦，或者叫做浮游。伫遮所讲的世人的性，是伫指啥物性呢？这就是伫指咱众生的烦恼性、众生的习性。所以用这个意思讲起来，性相富有啊，就是咧指讲咱世间的众生妄念纷飞啦。就是讲这个虚妄念呢，纷飞，念要想迄项，念要想即项。心呢，踮咧飞甲一世界去，踮咧搁飞倒转来。咱呢会使咧来甲伊仔细观察咱的心。有当时阵心伫遮咧想代志，有当时阵心可能呢飞去另外一个所在去，踮咧想又搁再走倒转来啦。这呢就是遮所讲的性相富有，就是妄念纷飞。这个情形呢，如比天云，就敢若亲像迄个天顶的云共款啦。所以叫做讲做如比天云。咱众生的梦想烦恼，就亲像迄个天顶的迄个云，飞过来飞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。所以才讲做浮云。那这个性相富有啊，如比天云。下面讲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上明，以月着境，比妄念浮云，皆复自性，不得明了。讲到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呢，搁再叫一声善知识。讲善知识啦，讲咱人的智慧啊，就敢若亲像迄个太阳共款，这个智像太阳，慧呢亲像月，这个智亲像太阳，慧亲像月，这呢就是说明讲，这个智啊是分别世间在所有事项，所以这个智是属于阳啦，这个慧呢，亲像月，这就是咧说明讲，迄个慧呢，就是照了幽微的真理、深奥的真理，所以这个慧是属于体。了做慧能大师伫遮讲，智如日，慧如月啦，这就是要咱一般所解说，慧为体，智为阳的道理。下面讲智慧上明，以月着境，比妄念浮云，皆复自性，不得明了。讲这个智慧啊，本来常常都拢是有这个光明，常常呢都有伊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外面啊，着迄个境，因为有这个妄念来去着境。所以结果呢，就互迄个妄念的浮云，这个妄念啊，咱的梦想呢，敢若亲像云共款，敢若亲像浮在天空的云共款。
就互你铺粉来盖覆了自色，结果呢就袂当互来得到明朗就等于讲天真清因为互这个云砍掉了，所以天就乌暗了。咱众生本来呢，智慧常常放出了光明，互这个妄念给盖覆掉了，所以失去了伊的光明的作用，就变成了不得明朗。一边讲若有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度未忘。内外并体，以自性中万法界现。讲假如你若是当回来去拄着迄个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善知佛法，善是根性，就是讲对佛法呢有真正高深的了解。一方面呢，对众生的根性也会当回来了解。这两项在咱修学佛法、教化众生的过程中讲起来，拢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你若是只有对佛法有真深的研究，你袂当好知影众生的根基，你袂当好对机施教，也那安尼呢？我若是无迄个路用，变成讲佛法袂当发生了伊的妙用出来。所以必须爱先知佛法，先识根性。你若是拄着善知识，因为伊一方面了解佛法，一方面伊又会当好来了解你的个性，所以伊会当随着你的个性来甲你教化，安尼你就会当得到利益。讲你若是拄着善知识来闻真正法。闻真正法，就是讲来听起迄个真正的佛法。真正佛法就是讲，你所听的呢，拢是非常的正确的，拢听到迄个佛所甲咱开示的真理，毋是去听到无符合佛法的物件。要来听到真正的佛法，再讲起来可能较简单但是事实上，我都要看咱本身是毋是这个善根福报，尤其是咱现实是属于末法时代。末法时代要来听到真正的佛法呢，更加是困难。那边讲自度未忘听到真正佛法了，自己呢来消度未忘。这个未呢，就是未识；忘就是妄念。听佛法了，自己将自己心中的迷惑，将自己心中的妄念来给去掉，安尼叫做自度未忘。一边讲内外明彻，内外明彻就是讲内面外面的拢会当光明透彻。对于这个内因为心肝底已经无这个妄念，所以心地光明。对我讲起来，因为发挥了智慧的妙用，所以对外境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拢会当好照了真清楚，会当好分析是非善恶邪正，会当好分析了非常的正确，这就叫做内外明彻。既然内外明彻，里边讲以自性中万法界现，讲安尼呢，在这个自性中万法呢，拢显现出来。就是讲，既然你心地光明在你的心地中一切万法呢，拢显现你真正清楚。这就等于讲一个镜本来这个镜是真光但是互这个垃圾卡掉了，所以迄镜面就雾去了。镜面雾去了呢，有物件来照袂出来。只要你将这个镜给切落清去，使迄个镜恢复了本来真正光的迄个面目，也那安尼呢，无论什么物件到迄个镜的面头前，镜的面头前呢，就有迄个影走出来。
这就是等于者所讲的，把妄念去掉了，内外明铁，在自性中呢，会当回来显现万法。一边讲见性之人啊，亦修如是，处名清净法身佛。讲咱见性的人呢，亦修如是，也甲前面啊所讲这个共款。甲倒一个共款呢，就甲迄个自己将迷惘除掉，使自己的心来外明铁。在自性中会当显现万法共款啦，安尼叫做见性之人亦修如是。讲处名清净法身佛，讲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清净法身佛，这就是伫指咱众生自性心中的清净法身佛。哦，伫遮伫咧讲的清净法身佛，毋是咧指别人的。也毋是咧指佛祖的，乃是呢指咱家己自心。所以咱皈依自身的清净法身佛者，也就是将所有的分别妄念去掉，使咱清净的自性显现。因咱的清净的自性呢，就是咱的清净法身佛。一边显的是自心归于自性，是归于真佛啦。即嘛，这就是咧说明安怎叫做实实在在归依啊。讲到这，慧能大师就讲显的是啦，咱自己的心来归于咱的自性，这呢就是归于真正的佛。六祖慧能大师始终呢，拢站在伊的悟的境界，站在自性的立场来说明佛法，所以皈依也是共款。咱平常伫咧讲皈依就是讲咱要来皈依教主释迦牟尼佛。要大乘佛法讲起来，咱呢，除非皈教主释迦牟尼佛以外，搁在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、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，乃至皈依3000佛啦、10000佛，就是讲皈依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。但这个皈依呢，拢是有一个我要来皈依，有一个佛互我皈依，我发心要来皈依佛。所以，咱要皈依呢，就是讲，这是心外的一个对象，心外一个佛伫咧互咱皈依。咱一般呢，拢是安尼皈法。但六祖慧能大师毋是啦，六祖慧能大师讲，咱自己的心呢，爱皈依咱的自性，就是讲向内面去皈依自己的自性。将咱的心安住在自性中，这呢是皈依真的佛啦。因为咱的自性就是佛嘛，所以皈依这个自性就是皈真佛。咱必须了解，无论是教主释迦牟尼佛也好，药师佛、阿弥陀佛乃至十方一切诸佛，伊呢是化现在这个世间。有伊圆满的报身，有伊千百的化身，那这个拢是属于在外表看会到的相。当然，在这个外表看会到相内底呢，有这个发生的真理啦。不过，假如咱若是只有皈依的这个外表相，那咱呢就毋是皈依到这个真正的真理，毋是皈依伫遮所讲的真正的佛。所以唯有咱呢皈依咱自己的自性，咱的心甲咱的自性打成一片，迄个时阵咱就是皈真佛。在咱末法时代，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已经离开世间2000多年，阿弥陀佛是伫西方极乐世界，药师佛是在东方净琉璃世界，
咱现主是伫咧皈依的，只是一个相，就是讲咱在佛祖上的面头前来甲伊皈依。但是呢，咱呢加少即个外相的皈依呢，必须爱真正做甲皈依自性佛，也就是讲由于外面佛像的圣言，就是讲即个殊胜的因缘呢，会当启发咱内心的自性佛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皈依。最近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点赞1分钟，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